你估我飲咗未啊，哥哥？多謝，多謝晒，多謝，拜拜。Hello，要杯拿鐵啊，凍定熱？凍拿鐵，兩杯。一杯凍，一杯熱，好好。嘢，我哋唔讀嘢喎，我哋讀咦。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回到沙蕉山连了。卡，有牌子了吧？幾點收檔？12點左右。幾錢一杯啊？冰味9蚊啊。跟住拿鐵，生椰拿鐵，嗰啲都係12。有一杯招牌鴛鴦拿鐵係15啊。現在再做一杯熱拿鐵，熱拿鐵12，來咯！Lala 今日嘅位置喺廣州花都啊，蘭花路5號紫薇豪苑嘅正門。嚟啦嚟啦，嚟飲啡啦！現場只有2位啊，唔需要等好耐，鍾意飲嘅寶寶可以衝啊！2杯總共24，一杯凍，一杯熱。微信收款24元。收到，多謝。基本上都係啊。
可以加入 Lala 嘅抖音粉絲群啊，了解每日嘅出攤訊息。轉個彎道，好，我順利。多謝晒，多謝。Hello， 兩杯生椰好。微信收款24元。收到，多謝。兩杯大灣區。Hello， 唔使，下一位。生椰正。nice。哇！今日生椰超多啊！直播間有沒有喜歡喝深椰的寶寶啊？直播間有沒有喜歡喝深椰拿鐵的寶寶啊？今天的深椰拿鐵好多哦。有的，深椰拿鐵在 Lala 這裡是最甜的咖啡。對，Lala 全部咖啡都沒有加糖，都沒有另外加糖。就是深椰的話，它本來原材料就有糖，就是唯一有糖的。使唔使排隊啊？排一位，前面有一位啊。Lala 上緊班，好熱啊，好想飲你嘅咖啡啊！嚟啦嚟啦！位置喺廣州花都啊，蘭花路5號紫薇豪苑嘅正門，在廣州花都蘭花路5號紫薇豪苑的正門。快遞沒有快遞哦，不好意思。想喝葡萄氣泡，哦，有品啊，寶寶！冰美式都能喝出甜味，真的會有，對，微微甜的冰美，確實是哦，微甜微苦。來吧，深椰拿鐵2杯。明天出攤嗎？明天出的，寶寶。明天也是早上8點半出攤。你的深椰拿鐵做好了，好的，來前面有一位，謝謝。4月4號假期會擺嗎？這個有點遠，我看一下，要回去看一下。對，謝謝。Hello， 凍拿鐵好，跟住個豆先，好似唔係好夠喎，補下先。看，巧克力、堅果、杏仁回甘，埃塞巴西、印尼，中深烘。
招牌冻的还是热的？好，稍等，前面有一杯。冬拿铁。鴛鴦蛋就對了，或者我由香港過嚟捧場，歡迎歡迎啊！哇，超多香港嘅寶寶過嚟啊！直播間隨便問問都有。凍拿鐵來了。杯子400毫升。哇哦哇哦哇哦！唔使打包？打包打包。好。葡萄氣泡鴛鴦拿鐵橙汁，深夜拿鐵，我要這4杯，謝謝。什麼時候來？看群，你在開房嗎？開視頻嗎？你跟誰啊？哇哦！超級拿鐵，超級拿鐵12。多謝晒，多謝，拜拜。凍鴛鴦1杯，一位。好。好，先不扣。1杯冰美，1杯鴛鴦。對。好。冰美式加滿15加9就24。哇哦哇哦哇哦，來了來了，冰美式，哇哦有光，有什麼比早上這一杯冰美式重要呢？對吧？